轉一轉個開場白啊！17 Studio N3 對 A3，500蚊嘅價位係咪最強通話嘅耳機？咁今日先同大家介紹咗 N3先，即 N3 Pro，因為今日黑雨放假，晏晝已經攞咗出嚟聽啦，同埋日常使用啦。我俾佢嘅評分都幾高嘅。咁 N3 Pro 下一段片啦，好冇？我開咗隻 N3先 ，N3 一樣啦，又係半耳式嘅設計。上段片咪講咗比較少半耳式嘅藍牙嘅，係啦。咁保留翻個貼紙啦，咁有翻保養嘅。咁呢隻係淺藍色啊，都好靚啊！Studio 最近新出呢隻 N3，憑咩叫版 A3 呢？話俾你知，首先佢有4支咪嘅降噪功能，另外呢，佢呢個叫做電鍍嘅金屬質感嘅顏色呢，都好靚啊！咁一樣都係一個半耳式嘅設計啦，咁就方便有啲朋友唔中意戴有粒耳膠嘅，係啦。咁 N3 呢，咁佢嘅單耳嘅重量就係3.5個 gram， 咁 A3 嘅重量單耳4.2個 gram， 相差唔係好多。咁但係 N3 應該暫時係香港推出嘅耳機，暫時應該係最輕嘅嚇。咁佢呢個設計呢，咁就個盒其實都同我 A3 Pro 個盒差唔多，咁但係個色就唔同，係啦。鵝蛋型，咁材質咧都係好親膚嘅材質嘅，同埋呢個一樣有 IPX4 防汗同埋防淺水嘅級別啦，全系列都一樣嘅。咁分別有粉色啦、白色啦、黑色啦同埋藍色嘅，所以我特別揀隻藍色俾大家。我覺得藍色係應該係最好睇或者最多人有興趣買嘅，因為通常買半耳式咧都係買俾女士啊，咁所以佢嘅粉紅色同埋白色應該都會比較熱賣嘅。咁呢度係有2支咪嘅，係啦，應該前後咪嘅，係啦，4支咪嘅。雙麥克風嘅技術啦，AI 嘅算法，咁你支咪會更加好。你傾電話即係要求比較長時間嘅通話嘅朋友會比較合適㗎啦。咁影翻個袋仔俾大家啦，呢個就店鋪私人送俾大家嘅。如果有興趣購買嘅朋友可以留意翻。咁呢個價錢唔貴，499，有2年嘅保養。有1年保養，而家限時升級咗做2年嘅保養。咁另外呢，會送對耳膠俾你嘅，日本嘅 Arkistone 嘅 AET 系列嘅耳膠，07、08、06都可以。咁但係呢個藍牙耳機身上就用唔到㗎啦，你去擺其他耳機用或者俾屋企人俾朋友用啦。咁雖然呢 N3 呢係冇呢個主動降噪 ANC 啊，但係佢有個環境音嘅模式呢。長撳2秒呢，咁就會即時會放大你身邊嘅聲音啊。咁我頭先試緊 N3 Pro 呢個降噪就會比較優勝。咁如果需要降噪嘅朋友，可以留意或者買翻 N3 Pro，或者留意我下一段嘅影片啦。跟住
如果你需要通話優先咧，我真係會推薦你買 N3同 N3 Pro 嘅。咁如果你需要主動降噪朋友，可以考慮翻 A3 Pro 同埋 N3 Pro 啦。A3 Pro 就399，N3 Pro 就599。咁N3 Pro 會下段片俾你噶啦。咁如果你經常做運動啊，或者翻工放工，想聽啲好嘅音樂，藍牙5.4啊，咁你可以追求一個極致嘅性價比。咁如果你需要更加入耳式嘅臨場感，更加好降噪呢，我就會建議你玩翻 A3 Pro 同埋 N3 Pro 啦，入耳式嘅係啦。咁你中意邊款耳機啊？咁歡迎喺下邊留言嗰度互相交流下啦。睇你中意通話定係降噪啦。咁因為始終呢，頭先我咪話大部分客人係買啲女士嘅，咁點解呢？因為半耳式真係會戴得舒服啲嘅，但係亦都會有男士都會買半耳式。點解呢？你喺翻工放工個通勤時間啊，或者你喺公司咧，你費事同事叫你啊，或者你啲落車下一站播報嗰啲咧，咁唔會錯過，咁唔會唔記得落車咁樣嘅情況啦。咁我會覺得我自己中意有耳膠嘅朋友就諗N3 Pro 啦，因為我自己頭先 N3 Pro 真人實測用咗大概個幾兩個鐘，我睇咗陣 YouTube 同埋聽咗陣歌都比較合適。咁但係需要半耳式嘅朋友就可以試下啦。因為呢隻我都係啱啱拍呢個開箱影片先去開啊，我都未試。咁但我相信佢聲音呢，我睇翻資料呢，佢聲音對比翻始終佢貴啲啊，同埋支咪提升咗，同埋個聲都會提升咗嘅，對比翻 A3。咁但係有啲朋友會中意 A3 系列嘅顏色，咁呢個你就可以做個對比啦。咁一樣會有埋個menu 啦，同埋個充電線喺呢度入邊，都係跟翻嗰個耳機嘅顏色嘅，係啦。咁下段片見啦，中意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多謝你嘅支持。拜拜。